各位亲爱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！感谢主的恩典引带咱，互咱会当搁一摆会当要通过上帝的话语，做伙来学习，也做伙来敲吹，到底上帝要怎样引带咱头前的方向？请咱搁一摆，咱同齐来祈祷。主，阮感谢你的听，主即管，互阮无论踮伫什么所在，阮会当带着敬畏的心，同齐踮伫你的面前，要三甲领受你的话语。愿主你的圣神开阮每一个人的心窍，互阮会当真正明白，也互阮愿意遵照安尼去行。愿同齐伫你面前献上祈祷，靠耶稣的性命来求，阿免。对昨暗到现在，我想录即暗的好，大家人会感觉非常欢喜，因为伫过去这段真长的时间，咱知影台湾欠雨水，所以踮伫欠雨水的过程中间，也足侪人拢足紧张的，到底咱的水库遮个水是会当升悬啊未？啊，咱到底会欠到什么时阵呢？但是台湾现在面对的挑战，毋是干那欠水尔。对咱每一个人来讲，咱也知伫疫情的中间，咱确实会拄着新的挑战。所以伫应该是昨也是昨日，咱大家人嘛足欢喜。我看踮伫面册顶面，大家人一直咧改迄个大头贴，为什么要改？因为咱足欢喜听见日本送疫苗来到伫台湾。伫面对遮尔侪混乱的过程中间，咱敢若拢亲像敢若看到一个目标，即马欠水，互我水，其他免讲；即马需要疫苗，所以互我疫苗，其他嘛免阁讲。咱看到伫一个时代咧面对困境的时阵，咱定定都会走出即款的想法，只要互我啥物就好啊，其他拢免阁讲啊。今仔日咱要对圣经中间看两个时代的转变。以色列人踮伫因的时代中间，因开始也要进入一个真大的转变，因要对士师的时代进入到君王的时代。伫士师的时代咧，以色列人就是不断因踮伫顺服上帝的时阵，上帝互因一切拢真顺遂，拢无拄着什么困难。但是听候到因开始想要离开上帝的时阵，危机就走出来。危机就走出来，主要就是非利士人开始来攻击因。当因拄着攻击、拄着混乱的时刻，士师就出来啊。士师就开始照上帝的公理审判，然后带领以色列人继续向头前行。所以踮伫士师的时代中间，因踮伫一个循环内面，就是一开始敬畏上帝，得到顺遂，但是开始背逆上帝，拄着困难走出来，就重新搁走来敲吹上帝了后，士师就出来，开始咧引带因继续行头前的路站。所以踮伫这个不断循环的过程中间，哪亲像是一个危机，搁拄着一个危机，一个一直踮伫遐咧教。这一切的混乱到伫一个时刻，总算通得到结束啊！就是踮伫撒母耳正做士师的时阵。总算互因感受到有一段真长太平的时期，撒母耳带领因会当经过非利士人的挑战了后，因得到一个顺遂的时刻。踮伫这个顺遂的时刻，大家人享受太平，总是敢无危机吗？老实讲，危机犹原存在，因为到撒母耳年老的时阵呢，撒母耳望伊的囡仔会当继续正做伊来担任以色列的士师，总是真遗憾。这两个囡仔无照老爸的模样，因心内底干那啥物？心内底干那想要趁钱，收遮人摕来的开始暴露，无照公理咧审判大家。所以以色列人看到这项事啊，真无简单。咱踮伫撒母耳的时阵太平啊。但是看到要接伊后壁迄个位的人，哇，哪会遮尔歪高，哪会遮尔有问题？因阁感受到可能后壁阁要出代志啊，所以因大家人足紧张的，因就走来找撒母耳一件事，因要求讲，求你互阮一个王吧，求你互阮一个王吧。阮无去需要士师，阮需要的是王，只要互我王，其他拢免讲。为什么因会安尼想呢？因为因看到其他的外族。
其他的外族拢有王咧带因征战，所以现在因所感受的就是，只要互我王，其他拢免讲啊。啊，萨摩尼拄着这项事，拄着人的要求的时阵，萨摩尼感觉非常的无欢喜，因为伊清楚知影一件事：以色列对古早到现在，毋是我靠任何一个王，毋是我靠任何一个人，唯一我靠的干那啥物？唯一我靠的干那上帝那尔。大家人是通过敬拜来敲吹上帝的带领，然后敲吹上帝的心意了后，上帝一步一步带咱向前行。但是无论撒母耳安怎解释，无论撒母耳安怎解释，遮个人、遮以色列长老甲百姓所看到的干那，你讲遐济无效啦！啊，接着你后壁迄两个吼，恁两个囡仔完全无值得互咱信任，所以只要互我王。其他拢免我讲啊，阮只要一个王，你即马就设立一个王，其他啥物物件拢莫我讲啊。对以色列人来讲，因的焦点敢若看到，阮爱一个王，啊，带阮征战，带阮征战，互阮能得到安全，互阮得到太平，所以其他的代志拢无重要，互我一个王，其他免讲。到底为虾米造成因有即款的想法呢？我想上界重要的造成因有这个想法，就是惊吓。因的心内底有足大的惊吓。阮真无简单，才进入一个太平的时代，竟然现在拄着困难，现在拄着国煞来，搁要拄着患难啊！所以，互我啥物其他免搁讲啊？这主要咱会安尼想的主要原因是，咱心内底无平安，咱心内底有足大的惊吓。然后有这个惊吓了后，咱就会开始看咱身躯边。啊，你看边仔的国家有王，所以阮嘛爱一个王。啊，边仔的国家有啥物，阮嘛需要啥物。别人有，咱无，所以我就惊吓的。只要互我迄个就好啊，其他啥物代志拢免我讲啦。台湾对这几十年来，咱其实已经进入一个亲像因共款是一个太平的时代。咱经过大战，经过戒严。经过到伫现在民主了后，咱有家己的政府，咱有家己的国家，咱也享受踮伫即块土地顶面济经济的发展、经济的进步、教育的进步、医疗的进步，直到咱会袂记哩一项事，伫世界中间有济所在犹原踮伫困境中间，咱也袂记哩讲有足济所在伫几十年前，因犹原是经过战争的考验。拄着济疫情的考验，到伫最近这一年多以来，咱也袂记哩一项事。咱过去这一年多以来嘛，享受一段甲世界大国完全无共款的太平时代。当世界大国踮伫困难中间的时阵，咱犹原是太平的。所以现在，咱忽然间伫大家人拢无准备的时刻，忽然间拄着遮尔大的困难，病毒入来。改变咱的生活，改变咱咱的想法了后，老实讲，咱的心是惊吓的。咱的心是惊吓，咱惊啥物？咱惊讲，到底我的性命敢会当安全无？咱足惊，到底这个传染会继续传染到伫我无？还是我继续传染到伫我家庭中间我所疼的亲人无？咱的心内底足惊的，所以伫这个惊吓的过程中间。看到啊，看起来别国拢有疫苗通好做啊，所以咱即摆嘛开始安尼讲，只要互我疫苗，其他拢免我讲啊。无论即摆政府讲啥物，拢不要紧，只要互我疫苗，其他免我讲啊。病毒的传染是非常的紧，直到咱看到逐工遮尔侪人拢确诊，甚至失去性命，但是惊吓的传染。有可能甚至比病毒影响搁较大。惊吓的传染是一个人对10个人，10个人100个人。若是咱看确诊的人数，敢300-400、400-500，一直踮伫遐。但是惊吓的人数毋是300-400，惊吓的人数是今仔日400，明仔载800，过来1600，是安尼继续去哩。咱开始有足济毋知讲啊，过来阮要安怎？过来，咱有啥物可能性？一切的规划，一切的想象，开始拢拄着冲击，
所以咱就开始讲啊，毋是应该爱所谓的超前部署吗？是超前部署，是超前部署，但是面对遮尔大的冲击下面，咱敢真正有法度所有代志拢按算好势吗？如果咱认为咱会当按算所有的事的时阵，咱减下也伤过骄傲，地教讲，我会当掌握一切，我才是生命的主宰，袂记你上帝才是咱的王嘛。所以伫遮尔大的惊吓，地教伫咱一直咧要求讲，只要互我啥物，其他拢免讲的时阵，咱恐惊上应该转来想的问题是。我怎样伫主的内面超找真实的平安？这也是撒母耳面对遮尔侪百姓一直咧甲伊喊话讲，互我一个王，其他拢免讲的时阵，伊心内底上大上悲白的所在。伊对百姓的行动真正无欢喜，也感受到这敢会是一个对我来讲真大的好定吗？真无简单，我才带以色列人经过遮尔侪困难，进入一个太平时代。现在因竟然不爱我，所以撒母耳咧面对也是遮个人哪亲像不爱伫伊啊。所以一点伫祈祷的过程中间，上帝对伊讲，上帝甲伊讲啥物咧？上帝讲，你就顺因的意吧，因毋是厌恶你，因是厌恶我，因是不爱我，搁做因的王。这是上帝所讲的。上帝对撒母耳讲：“因毋是好定你，因是不爱伫我，因不爱我，搁做因的王啊！”对现在遮以色列人民来讲，因敢若想要看到一个阮要看会到的王，毋是迄个看袂到的上帝。但是时代的转变，毋是敢若你找一个王遮尔简单啊！上帝应允因的要求，总是也指示撒母耳继续甲因讲。煞只，恁要对士师的时代进入到伫一个君王的时代，恁会拄到啥物款的挑战？这个王会征收恁的财产，恁需要纳税，恁需要正做军队，恁会正做因的奴仆。迄时到伫迄个时阵，恁就会为着恁现在所要求的一切，感觉反悔，恁会开始哀求，总是上帝袂听恁的话。撒母耳将一切会拄到的问题，未来会拄到的问题，真正要立一个王，真正互恁一个王了后，未来会拄到的问题，撒母耳全部拢讲出来。但是对遮个人来讲，伊讲完全不管，完全不管未来会拄到啥物事，阮只要爱现在，阮干那要现在，所以现在就是互我一个王，其他拢免讲啊。最后，撒母耳点伫结局。咱知以色列头一个王是啥物人？是扫罗。撒母耳点伫结局立扫罗正做因的王，对迄粒起，以色列正式对旧的时代、旧的士师时代进入君王的时代。这一路以来，上帝甲因同行，上帝咧引带因进入君王时代了后，当然一开始有足侪混乱，一开始看起来王拢袂歹。但是到伫上尾啊，也拄着侪因现在所想无的代志。总是无论安怎，上帝应允这件事的发生，背后嘛足强调的是，上帝永远要正做以色列的王。上帝永远要正做因的王。无论经过什么款时代的转变，踮伫什么款的困难中间。上帝永远做王，咱是通过敬拜，通过咧超吹上帝的道理，超吹上帝的道，永远会当超吹未来的愿望。所以徛点伫现在，伫这个互我疫苗，其他拢免讲，敢真正是安尼吗？咱拢咧面对一个，互人感觉非常青春的未来。除了疫苗了后。以外，老实讲，咱要讲的代志还佫侪咧。咱爱讲啥物？咱需要讲啥物？有遮尔侪人得到因确诊，踮伫足大的惊吓中间，也看见遮尔侪人失去因的性命的时阵，咱敢无认真去面对性命的有限吗？
遮尔长期以来，咱拢感觉台湾的医疗真方便，嘛真俗。所以台湾的医疗科技应该互人的生命会当不断延长。但是到现在，咱面对着死亡有可能就踮伫咱的面前的时阵，咱敢无定心去面对生命确实是有限的嘛？最近咱也看见，伫苗栗有侪义工因确诊，也有侪遮尔侪人咧传染的时阵，咱敢无想过吗？咱现在会当拥有的生活，是偌侪人可能外国遮的外籍移工，偌侪人因离乡背景来到伫台湾，因所付出，但是因踮伫社会的地位，老实讲非常的低，无人会管因。无人会质疑到底因的生活环境是啥物，所以病毒进入到伫上界弱势的人中间，也踮伫遐，成做一个真大的危机。这也是咱必须爱去面对的。伫弱势踮伫台湾社会中间，虽然咱看起来大家人会过了愈来愈好，但是咱敢真正是一个进步的社会，真正是一个会当尊重弱势的社会吗？咱会当讲的代志非常的多，对即几礼拜以来，咱的囡仔无法度去学校，咱拢踮伫厝内底用线顶的课程咧上课。但是咱嘛从来毋捌去想过，有踅踅踮伫较偏远的所在，有踅踅踮伫较山顶的所在，因敢真正会当遐尼方便摕到，无论是平板也是电脑踮伫遐上课吗？是咱就会讲，安尼应该会当关好因吧？是因会当摕到遮的器材，总是上困难是啥物？到底有啥物人会当教因使用遮的平板，还是使用遮的数位产品嘛？伫现在咱所面对教育的困境，咱嘛真少去看到讲踮伫偏远的所在，到底因的学习要怎样搁继续延续落去啊？现在咱嘛足少去认真看待，是因为即几工拄啊有雨水即摆，所以咱看起来欠水的问题才得到解决。咱嘛足少去认真看待面对资源的浪费，咱到底是安怎咧对待即个土地？爱想的问题也阁非常多，但是咱有当时啊，互惊吓、食坎咱的心，至到咱干那去想讲只要互我疫苗，其他拢免阁讲啊，毋是，其实。爱讲的代志还阁侪咧，咱真着急会混乱，因为第一线的医护人员真正非常的忝，甚至踮伫遮的医护人员，就是咱每一个人的亲人啊。咱嘛有咱的亲人住伫台北市，也是新北市，咱拢有足侪惊吓。虽然咱足侪人犹原会当宅在家，看起来是轻松的，但是心内底犹原有侪不安。咱需要上帝，现在这个时刻是咱需要上帝的时，毋是互我啥物都解决啊。咱唯一需要的是上帝永远做王，上帝永远带咱行头前的路站，互咱继续超出咱要怎样往头前来行。伫遮尔混乱的时代，有足侪项事咱有法度改变。也有足侪项事是咱无法度改变的，所以咱必须真心面对咱生命中间的惊吓。咱到底咧惊啥物？咱咧惊的是我失去性命，咱咧惊的是过来咱的亲人要安怎？所以咱开始将责任撒互边仔的人，都是啥物人毋对，都是啥物人做决定无较紧的。咱有足侪的惊吓，但是现在这个时刻，就是咱面对惊吓的时刻。以色列的百姓有惊吓，撒母耳的神像也有惊吓，总是上帝永远无改变。当咱面对惊吓的时，也是上帝要对你也对我讲话的时。那亲像一个神学家尼布尔真出名的祈祷文。伊安尼讲，请你上帝啊，请你赐予我安静，去接受我无法度改变的事。上帝啊，嘛求你赏赐我勇气，互我去改变我会当改变的事。但是上帝嘛求你互我智慧，
互我有智慧通分辨这两项事到底有啥物无共款。毋是干那，互我啥物其他都免阁讲啊。咱爱阁讲的代志也阁足侪咧。咱要做伙来看这首诗，互我啥物其他免讲嘛？踮伫病毒所加互咱伫足侪沉默也是烦恼的下面，受到隔离也是社交距离，嘛束缚咱每一个人的想象。事实上，咱是自由，但是咱选择限制。咱会当活了较开阔，但是咱选择的是狭隘。咱永远会当享受，但是咱选择的是沮丧。咱心内底永远有平安，但是咱选择的是愤怒。咱会当活了足大的，活了足宽阔的，但是咱选择活了足细，因为互我啥物其他免讲。有可能免讲以外，才是一个更较大的世界。咱需要讲啥物？咱需要讲一个守护心灵的堡垒。咱需要讲一个会当贴近弱势的行动。咱也需要讲一个维持经济的可能。咱需要讲一个转变思维的未来。咱需要讲的还阁足侪咧。用永远的有一个力量运行伫所有理性、逻辑、价值系统的背后，伊会搬过一切现实的限制、狭隘、沮丧、愤怒，因为明仔载会搁一摆临到，未来听候你甲我，所以互我一个咱每一个人愿意手牵手同行的梦。其他免阁讲啊，咱需要的是一个会当做伙手牵手行往明仔载的梦。其他免阁讲啊，请咱同齐来祈祷。